Hello，大家好，又翻嚟咧，我哋人係咪一定要翻工嘅系列嘅第5集啦？咁我哋想唔翻工都過到生活啦，但係我哋又知唔知唔使翻工嘅人嘅生活日常係點樣嘅咧？有啲咩條件先可以同佢哋一樣？咁到底要翻工嘅人同唔使翻工嘅人中間係爭咗啲乜嘢咧？我自己覺得啦，其實咧，要接觸到唔使翻工嘅人咧，其實幾難嘅，因為我哋身邊人啦，其實80%人都係打工一族，80%人即係我哋身邊同事啊、朋友啊、屋企人都係打工一族嚟噶。我哋咧好難去知道我哋認知層面以外嘅世界係點樣噶。咁我算相當有幸啦，因為我身邊90% 人都係唔使翻工噶，講緊同我哋同齡喎，差唔多年紀嘅人喎。所以咧，我今日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佢哋嘅觀察啦，佢哋嘅日常啦，或者佢哋嘅特質，睇下唔想翻工嘅我哋究竟要向邊方面努力先可以同佢哋差唔多呢？咁我就直接撇除咗嗰啲唔靠自己啦，即係嗰啲咩夾豪門嗰啲，咩屋企有遺產俾佢嗰啲，我撇除咗佢。我今日咧粗略地將我身邊唔使翻工嘅人分為2大類，咁嗰2大類咧主要都係靠自己嘅，要自己努力嘅。咁我就粗略地同大家分享下究竟嗰2大類係邊類人啦。咁第一類人咧，我會叫做絕頂聰明類，而第2類人咧，我會叫做堅係超佳類。咁第2類咧，我諗啦，應該係大多數人比較能夠做到多啲㗎。咁第一類人咧，我會形容為絕頂聰明類啦。如果用一啲形容詞去概括佢哋嘅話咧，會係絕頂聰明啦，全方位能力都好強啦，學習能力強，發現問題嘅能力強，解難嘅能力好強，亦係一個有底層邏輯嘅人。有冇發現咧？有啲人啊，佢純粹只係睇一次整個工作流程，睇一次整個運作，佢就可以概括出每個流程背後嘅邏輯。然之後自己去做咧，做得好好。但係咧，講緊嗰樣嘢，一般人啦係要用好多嘅經歷、好多嘅年資，先會概括出嗰套嘢，先會做到一模一樣嘅效果。但係作為非常之聰明嘅佢哋啦，就係能夠睇1次2次，整合晒成嚿嘢背後嘅邏輯出嚟，然之後做得好好，甚至做得比一般人更加好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佢哋係用屈機2個字去形容咧，係幾貼切噶。面對困難嘅時候啦，通常一般人都會真係試完啦，覺得冇可能就冇可能啦，想放棄啦。但佢哋唔係噶，佢哋嘅思路咧係習慣解難嘅，佢哋係習慣發現問題，同埋學一啲新嘅技能咧，去解決當前嗰個難題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嗰個成長步伐啦，同埋睇同一件事嘅視覺咧，其實係同一般人完全唔同噶。咁講一講佢哋工作嘅嗰個方面啦。跟20幾歲嘅佢哋咧，好多咧都係有自己嘅事業啦。佢哋通常都係自己創業嘅。佢哋嘅日常咧就係為自己嘅目標不斷努力，好多嘅時間咧都係放喺自己嘅事業上面啦。一日10個鐘咧，其實對佢哋嚟講係基本嘢嚟噶。每日起身啦，到瞓覺嘅前一刻，好多時咧都係圍繞住佢自己事業噶，能夠為自己嘅事業安排行程啦、清晰嘅方向啦、目標啦，有住好強大嘅自律同埋執行能力。好多時咧，事業係放第一噶。咁談戀愛嗰啲咧，嘅時間會比較少或者係精準，我會話。咁我哋一般人啦，可能你收工，你打電話俾你另一半，就約佢出嚟食飯，或者心血來潮想行啲咩，你都可以揾到佢噶嘛。但係即係創業嘅佢哋嚟講咧，係唔可以咁樣噶。講好咗1個星期咧，只係見過1日半，咁就係嗰1日半噶啦。嗰1日半裏邊咧，會盡量滿足你嘅。但係如果你突然有其他嘢，即係想見多日，或者係想有其他行程突發嘅，通常咧都 say no 噶。因為佢哋咧就係將自己嘅工作日程塞到滿晒，唔能夠喺其他日子咧去打亂佢哋噶。咁所以咧，我會覺得要成為第一類人咧，其實係好困難噶。你除咗要聰明啦、有思考之外咧，仲好講求好多個綜合能力啊，包括係面對逆境嘅能力，
思考能力、意志力啦、執行嘅能力啦、學習嘅能力、解難嘅能力、自律嘅能力等等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類人係勁㗎，係令人甘拜下風㗎。佢哋唔使返工係應該嘅，我會覺得，因為佢哋嘅能力已經大到咧，唔使人哋落 order 俾佢啦，係佢落 order 俾自己，或者係佢落 order 俾其他人。所以第一類咧，難啲做到嘅，我會認為。咁第二類人咧，我會形容係堅係超佳類啦。第二類咧，應該係多啲人能夠做到㗎。咁就住我自己嘅觀察啦，我身邊嘅佢哋咧，其實能力未必好強，但係咧，佢哋通常有自己嘅專長，或者係有自己嘅小生意，佢係有自己嘅收入㗎。縱然嗰個收入咧未必係好豐盛，所以咧佢哋亦都係屬於應使則使啦，生活簡單啲嘅嗰類人嚟。有生意咧就做下，閒就經營下，再得閒啲就約下 friend，都真係幾人生超佳嚟嘅。我分享我身邊一個深刻啲嘅例子啦，朋友 A， 咁佢咧就係旅居嘅。大家一聽到旅居咧，下意識就會覺得啊，佢實好有錢啦，可以周圍住係咪啊？但係其實據我了解啦，佢有揾工。跟住份工打俾佢，叫佢 interview 嘅時候咧，佢又 miss 咗，因為佢去咗旅居。咁佢嘅講法就係，哦，咁 miss 咗冇計啦，係咯，咁大家可以見到，佢其實係一方面可能需要份工，可能需要夠錢，但係冇咧，佢又完全唔自在嘅喎。咁我問過佢啦，佢自己嘅講法咧就係，旅居就唔係旅行，大家一路以為嘅旅行啦。就係要使好多錢食好嘢，去唔同嘅景點啦，可能真係花費比較多啲。但對佢嚟講咧，旅居啊，即係居住啊，你居住一個地方點都會有一個固定嘅成本噶嘛。例如你居住喺香港，你點都會有啲交通啊、嘢食嘅費用。但係佢只係將嗰個基本嘅費用、嘢食、交通，將佢擺喺越南，將佢擺喺日本。咁對佢嚟講咧，其實都只係一個居住嘅成本，只係佢選擇將居住嘅成本擺喺唔同嘅地方，有時擺喺香港，有時擺喺日本，有時擺喺其他地方咁解啫。咁我都有問過佢啦，咁你其實日常有咩做㗎？佢嘅答案就係咁咪做下生意咯，有生意做下咯，咁有時打下機咯，睇下書咯。其實我聽落真係好 chill 㗎。咁重點嚟咯，要點樣先可以成為第二類人咧？就係要有自己嘅生意，嗰個生意唔一定 run 到好大，唔一定賺好多嘅收入，但係要有收入，足夠維持你基本嘅生活開支就夠啦。咁而第二個 point 啦，就係佢會降低個物慾嘅。咁可能咧，一般人係可以有返工嘅人啦，可以隨時去下即係高級餐廳啊，食下自助餐。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，佢哋唔係唔得。佢哋係可能3個月、4個月食一次咯，即係冇得咁恆常咁樣去做嗰件事。但係佢哋咧，亦唔係生活得好凄慘嘅嗰種，而係願意為咗維持自己自由嘅生活，甘願地降低自己嘅消費意欲。咁第三咧就係心態上啦。我身邊嘅呢類人咧，通常都係生活得好快樂啦，好悠遊自在噶，打從心底喜歡呢樣嘢，自己樂在其中先得噶。因為咧呢類人係作為社會上嘅少數啦，自然咧會受到好多嘅聲音啊、質疑啊、指責啊，就話例如啦，你咁大個人都唔正正經經揾份工，或者係咁大個人都唔嗲唔吊，你絕對咧係好容易咧會受到一啲唔理解啦呢啲指責。咁所以咧，我會覺得最緊要嘅係你要堅持自己中意嘅嘢。清晰自己嘅立場，堅持自己中意嘅生活方式，無懼世俗嘅眼光啦，忠於自我啦。如果你有咁強大嘅心臟嘅話咧，你絕對可以一試噶。咁我今日咧就粗略地將我身邊唔使返工嘅人歸類為呢兩類啦。可能大家會覺得好羨慕啊，好遙遠啊，冇可能係我哋自己啦。但係我想講啦，呢類人咧喺達到佢哋嘅理想之前，無論係第一類或者第二類。其實佢哋都有一段時間咧係返工、係打工、係可能做緊自己唔中意做嘅嘢㗎，係有一個探索嘅階段啦、累積嘅階段、努力嘅階段，同埋不斷嘗試嘅階段，先行到去佢哋中意嘅理想嘅生活㗎，先成為咗眼前俾我拎嚟做例子嘅佢哋。咁所以，若果大家係唔想返工，咁先唔好講冇可能。試下去思考點樣有可能，
點樣可以好似佢哋咁樣？歡迎大家留言話俾我知，你身邊有冇其他 friend 用緊其他唔同嘅方法，可以唔使返工，但係又生活到，等我都見識下先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有其他例子嘅，或者對今日呢條影片有啲乜嘢感受嘅話咧，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啦。如果睇到最尾咧，亦都邀請你撳個 like 同埋撳個訂閱支持下我。咁期待我之後出嘅片啦。咁我係 Isa，主要係分享個人成長，係啦，透過唔同嘅深度思考去分享多個議題嘅，係啦。咁我攰啦，唔想講啦，拜拜。喉嚨好攰啊！啊，好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